为着要鼓励家庭照顾者愿意主动寻求帮助，使用长照资源，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举办聪明照顾者征求活动，希望透过因的分享，会当让需要的人了解长照资源要安怎来运用，进一步来改善家庭的照顾困境。 嘉温和妈妈接受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颁奖，为着要照顾脑中风的爸爸，妈妈个头颅死掉，但是照顾是一条真长的路，照顾者嘛需要休喘，厝内开始使用长照资源，应该将经验规定写作文章，嘛受到评审的肯定，得到佳作。当我现在倒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也真的那种心境的一个调试是非常的。 应该说非常的艰难，就是善加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，我觉得真的需要这些长照的资源的进入，真的是对我们来讲，实在真的是帮助很大。 办过这场活动是第7届聪明照顾者讲师的颁奖典礼，这是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举办的活动。当年会对侪照顾者生命故事的写作当中选出前3名甲佳作。家总毋忘透过这款鼓励，让愈侪人看到长照资源安怎运用。我们今年也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我们有15%左右是比较年轻照顾者。那家总在明年也预计，针对年轻照顾者，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支持系统的一个建制，来帮助这些在他们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性发展上，不应该因为照顾而落掉的。 今年计共有65件投稿作品，家总表示对当年的作品看落来，除了老人照顾老人，嘛出现愈来愈侪20-30外岁的少年家，嘛拄到需要照顾厝内人的情形。卫福部讲，其实长照资源真丰富，包括长照据点、给护员接送服务等等，呼吁照顾者莫感觉歹势、唔敢用，照顾人的时，嘛要照顾好家己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